我会等台你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我们公司帮我会等台你拍了一个微电影，那希望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感人的故事，拍得非常非常的好。这首歌最主要在讲跟他亲情，只有亲情才是不离不弃，所以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身边的人好一点，对不对？留下一支美丽的香气，想起你牵阮的手，想要阮飞过去，想要留也留袂离，就来到约会港边。叫月弯孤单好久，敢是同款的心情，才袂去转达伊，不茫传来你的消息，相信你会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里。新的一年，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最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会来问问题哦，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我等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？因为我们会来进行有奖征答的游戏。叫你阮孤单好久，敢是同款的心情，才袂去转达伊，不茫传来你的消息，相信你会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里。的新歌，那现在我要来问问题了。好，当然我们现场观众朋友有福了，我们怡君说要送大家礼物，是不是？来，有没有刚刚说有奖征答，仔细想回答的先举手看一下，现场朋友们，哦，非常好哦，要仔细听下我们怡君说什么哦。
哦，带来很可爱，这是什么？黄色小鸭笔耶！掌声先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带来了黄色小鸭，来唱歌还带礼物，那好意思。而且我的小鸭是不会爆掉的。哎，因为它是别人的，很可爱哈。来来来，我现在来问问题，那一次就是6个一起送。对，我是送6个哦。对，因为我带了6只啊。所以送大家之后，让大家去分给大家。没有，就是还是一个人得1只，还是一个人得1只？所以我要选6个。所以要6位啊，我们选6位朋友。来来来。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很简单。好。好。拄啊，我的新歌叫什么歌名？等下，问题只有1个，对不对？问题只有1个。但是要送6个人。对。我们选6个上来，一个一个回答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表示只要选到就中了啦。选到就中，第一个中了，后面就中了。没错没错，好来来，我们一个一个下去好了，来，我们先从小朋友，先从好小朋友，好小朋友开始，小朋友什么名字？列丹台语，列丹台哇，还在台上。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，送给你小鸭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唱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唱完。来，第2个问题我来问好了，请问一下，对，左手边我们怡君，我刚刚说他是从什么选秀节目里面出来的？这个问题好。好，谁知道？来，右手边，好，我们走中间一点好了啦，我们走中间一点，刚刚右边都没有选到。后面的朋友。这边好，大姐来，你站起来，大声告诉我什么节目？超级有效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基亚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。好，那再来一样，继续告诉我，刚才他唱的歌叫什么歌名？对，够简单了吧？好不好？来，还有几个？还有4个哈，来，我帮他发来。我们选后面那位大哥好了。后面那位大哥吗？后面那个大哥。后面那个大哥，大哥来，歌名是什么？你站前面一点，快点快点。来，你看过来，那看袂到，啊，听不清楚，来。我来，那掌声鼓励鼓励，来。谢谢。那接下来问这个问题难一点呢？问难一点呢？我的本名叫什么？哦，这个真的很难。本名哦。本名唔通黑白讲是本名。这个很难吗？啊，这个很难啊。试一下，小朋友怎么可能？小朋友知道吗？我的本名叫什么？哎呦，他真的猜中了。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最后2个问题，来我问一下，跟我们怡君有关的。来，我们到前面来，换这边的朋友好不好？请问一下，我刚才说怡君她一开始是从我们的超级偶像选秀出来的，然后后来她现在隶属于哪一间唱片公司？哇，这个很重要。台语界的龙头是哪间唱片公司啊？哪一间唱片公司？我们怡君选一位，我帮你过去。这个妹妹来。好记还是不好记？是好记还是不好记？很好记。好记的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最后再说一次，告诉我刚才我们怡君的主打歌一定要讲3次，叫什么名字？举手回答啦，数到3举手，看起来举得快哦。你自己选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觉得应该可以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，刚刚小朋友选的嘛。我最后一次的压力真的很大。真的，小朋友选的，然后阿北也选的，大哥也选的，选个年纪大一点的。拿照片啊？对啊，那个寄啊，你决定。寄啊，外挂名叫什么？谢谢。哦，拿师兄的照片比较有用。OK。新年快乐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。我们先回舞台上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哈。等一下。我要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么说，他其实本来要唱4首歌，送完礼物就要回家了。但是大家觉得够不够啊？原来他们说够了，他们觉得说够了吗？不是，你靠你康摩虾后，大家觉得够不够啊？那么没关系。还好你误解，他们说不要了。是不要吗？是不要还是不够？没关系，我们喊2个字，我们叫英文叫 uncle， 台语叫做阿姐。好，我们试试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uncle， 掌声！我们欢迎进来最后一首歌曲，谢谢。最后再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用心》。好，用心在这边跟大家当朋友，然后用心大家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初2，我也算是回娘家了。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。用心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头着饮落来，
世界充满爱，用情看海付出关怀，快乐落土的过去，若过冬天阵会来，人生的方向家己安排。总有一个时，等待分开彼此，才用心体会，用心听我的爱。用心，谢谢你们！哇，板桥的朋友真的好热情，那也谢谢来现场参与我们慈惠宫这样一个年货大街的朋友，今天一定要满载而归，对不对？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，等下大家多多的消费。有啊那把伞，透着沉落来，人若有认真，生命才精彩。有缘才有你，甲我咸吃做好朋，缘分才有我，感受你的爱。用心看咱的世界，这世界充满爱，用情看海付出关怀，快乐落土的过去，若过冬天阵会来，人生的方向家己安排。总有一个时，等待分开彼此，才用心体会，用心听我的爱。用心看咱的世界，这世界充满爱，用情看海付出关怀，快乐落土的过去，若过冬天阵会来，人生的方向家己安排。总有一个时，等待分开彼此，才用心体会，用心听我的爱。掌声再次鼓励一下。那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再次感谢现场明星辛苦了，谢谢你。谢谢，大家觉得你去唱歌好不好听啊？